員工執行力差，實質上係領導力唔得。發現執行力問題，90%嘅管理者都會犯一個錯嘅，就係改薪酬啦、調激勵啊、加考核。你解決嘅好有可能全部都係表面問題，而忽略咗最根本嘅問題。有冇可能員工執行唔到位，係你任務佈置唔到位咧？嗱，要講清楚任務咧，起碼要講5次。第一次，作為管理者，麻煩你啊，先自述一次呢個任務。嗱，舉例小張，請你下個禮拜5之前策劃一場客戶答謝會。假如你係小張，會唔會理解成為普通嘅客戶聚餐？我同你講，呢個概率相當之高。咁簡單嘅指令，邊個都會咁樣直觀去理解啊！所以唔好假設啦，要講第2次啊！請你嘅下屬複述一次呢個任務。結果你估小張點講啊？知道啊，老闆，我需要喺下個禮拜5之前邀約我哋嘅 VIP 客戶組織一個飯局，預算控制喺人均1000以內。哇！你一邊聽一邊驚到一身汗啊！好在叫佢複述咗一次咋，否則你真係唔知道佢嘅理解同你想要差108000里。哇！而家咩時候啊？銷售進度落後成咁，作為主管你唔知㗎？仲有心情同客戶聯歡，我要嘅唔係食飯，係搞個活動，爭取啲潛在客戶簽單。唉，通過同下屬嘅複述，你終於明白咗，唔將個任務講得清清楚楚，對方嘅理解真係唔掂當。嗱，於是咧你就要講第3次啊，將呢件事嘅目的講清楚，唔係話食飯啦，呢個季度咁利息追唔翻嚟，小張你知添，可能都保唔住啊。今次呢個活動死啊都要簽低至少50% 潛客。嗱，今次驚出一身冷汗嘅應該係小張，唔係領導你嘅。佢終於明白，今次係佢最後一搏，呢場活動唔撈面佢就要走人啊！嚟睇下個目的講清楚，員工先有動力，先知道自己做緊咩㗎。唔講清楚，等於叫佢去估咯。喂，老細你到底諗緊咩？你等佢日日浪費時間去揣摩領導你嘅意思，有意思咩？冇明確嘅方向就冇堅決嘅執行力。然後第4次咧，你要問下個下屬意外情況點處理，譬如客戶到場率低啦，現場簽名氣氛唔到位等等啊。老闆，為咗客戶都到場，活動咧我建議喺週末搞，主題建議係家庭同樂日，細路喺度唔怕做唔低佢哋阿媽。嗱，細路要家長一般都好難拒絕。嗱，聽落係咪有啲掂水啊？銷售落後成咁撚樣係咪？你仲要厚住面皮要budget搞活動，本來你就頂住巨大嘅壓力啊！萬一使完啲錢條數又追唔翻嚟，咪話小張咯，你自己都要收皮，係咪有咗呢個預案，係咪即刻覺得穩好多咧？嗱 ，OK， 睇落一切就緒啦，嚟到最後一次啦，第5次溝通嘅作用係打雞血，目的意義清楚咗，壓力到位咗，你要等佢有信心有熱情，咁點做啊？嗱，通常我會講生死存亡，今次靠你啦，兄弟，就按你嘅計劃。咁仲有咩需要我俾授權你嘅？呢個 moment 小張已經熱血沸騰嘅激動咁講，放心啦，老細，使命必達。By the way， 可唔可以縮減啲食飯嘅費用，換成現場抽獎？呢場客本來就對食冇乜期待啊，不如用抽獎去促單，客戶又多份驚喜，幾好。過嚟睇下，頭先第4次仲諗緊點樣安全交功課，而家已經雞血滿滿，主人翁精神上晒身，挖空心思想盡辦法將件事做完美。出你間房嗰刻咧，小張感覺自己唔係接受咗個任務啊，而係將要主持一件大事，挽救眾生於危難之中。嗱，呢個就係領導力啊！自述、他述、目的、預案、總結，5步溝通，要做好管理。嗱，幫我再俾多3句話你。第一個，咪做甩數常規，佈置任務唔等於發號施令。第二個，咪做救火隊長，提前預案比事後補救有用得多。第3個，要做管理型嘅領導，學會俾框架、俾資源、俾空間。嗱，仲有咩管理問題咧？仲係嗰句啊，隨時揾幫哥，幫得就幫。